什么休书、和离，那都是你们花园城的规矩。现在得按我们玄武城的。她是我的女人，她这辈子都走不了。没事吧？住手！姐姐，姐姐，韩硕，你放开他！韩硕，你干什么？那韩硕，你放下来！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，韩硕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走，姐姐！请韩少君放过姐姐！韩硕，韩硕，你和裴恒倒是心疼彼此，互相为对方求情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从前我爱你，敬你，惜你，可是你不值得。韩硕，你敢？我敢啊！而且现在没有人会来挡住我们了。韩硕，我告诉你，强扭的瓜不甜的。甜不甜的，啃一口不就知道了。救命！韩硕，不要！韩硕，你别这样！韩硕，救命！救命！你混蛋！韩硕，韩硕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，我真害怕了。扫兴！花园女人不过如此。他的确武功尽失，嘴里真是一句真话都没有。但我又在干什么呢？说，你这个畜生！我与我娘子行夫妻之事，哪里逾矩？倒是你，还守在这里。陈芊芊的叫声好听吗？你不爱她。你根本就不爱他！嗨，
你爱他，他有感觉吗？陈芊芊她只爱自己，谁都不爱。她曾经如何对我，我就如何对她。我韩硕有债必偿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死心。要是再让我发现你对他有所图谋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送裴思学回府。